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M+ 嘅優仔工房。今晚除咗係倫敦打比阿仙奴對住車路士嗰場賽事之外咧，曼聯對住水晶宮都有唔少球迷期待嘅。即係講緊曼聯球迷啦，呢幾年就幾唔開心，但係近期咧係好想睇，同埋睇得曼聯啲波係幾興奮，係似翻啲舊時紅魔鬼嘅本色。曼聯今晚會對水晶宮啊，咁啊曼聯咧自從卡比加上任之後咧，其實可以話表現係脫胎換骨嘅，但係班波嗰啲人都仲係呢班喎，即係睇下你用邊班，即係用邊個打正選咁解啦，嗰11人啦。主要上任之後咧，卡比卡打翻最簡單嘅防反 counter attack 反擊，唔再強調控球在腳，話咩高位壓迫啊，幾任嘅領隊搞好多嘢，其實踢波係因材施教，打翻最簡單、最適合球員理解到嘅戰術喺球場上。攻守運用出嚟就係咁簡單，但係亦都係一個學問嚟㗎。卡比卡當然係好順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石斯高更加成為後備殺手。以往曼聯嘅後備殺手有蘇斯克查，而家石斯高好多時候備落嚟咧就都有表現啦。近4場亦都有3場係後備落嚟嘅，亦都能夠貢獻咗一啲嘅入波。咁啊，所以咧而家整體嚟講咧，就曼聯係正嘅地方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唔需要一周雙賽，淨係集中本地即係英超嘅聯賽，呢個係好重要。所以而家曼聯就希望即係有機會上第3添㗎喺聯賽。其實今屆都強調緊啦，由於歐洲賽嘅係數啦，英超有機會前5可以爭取到來屆嘅歐聯席位。而家曼聯個形勢係幾樂觀，個勢係唔錯。上半季都冇諗過會係咁。即係曼聯係有機會爭來屆嘅歐聯席位啊！而家係完全唔同晒啦。明內啊、卡斯美路啊、般奴嘅中場組合更加係個位置個定位擺得好適合。當然啦，而家曼聯就專注英超餘下嘅賽事啦，同埋開始組軍來季卡斯美路嘅接班人一個中場 holding midfield， 呢個好緊要，呢個要好有份量先得。睇睇嚟緊拭目以待啊！新兵其他位其實基本上曼聯都比較強啲。後防要補一補強啦，咁其實邊啊前邊其實都啲人都我覺得都夠用，略係再補少少。至於水晶宮咧，係今季其中一支大跌窩嘅球隊。而家聯賽就應該就唔會擺得好重點喺度噶啦。咁啊，主要都係歐洲賽啦。咁啊，水晶宮亦都其實就都進咗級嘅喺個歐協聯嘅一個16強方面。但係聯賽佢哋係令人失望嘅，仲要係軍心都緊要。加士拿都較早公開啦，加埋餘下嘅時間就一定走噶啦。言下之意教到冇乜人，即係話水晶宮嗰個野心唔係好大。艾斯走咗啦，季中基爾都去埋曼城啦，令到班波其實就士氣就唔係好理想。加上咧就即係。非洲各個國家盃期間咧，伊斯美蘭沙啊嗰啲都係要去打啦，丹尼爾蒙魯斯啦，所以令到早前嘅水晶宮係令人擔心嘅。咁但係而家水晶宮喺聯賽比起降班嘅區域仲有10分啊，安全㗎，即係都叫做算係理論上叫做安全㗎啦。反而就水晶宮嘅着眼點會喺歐協聯可唔可以更進一步啦？呢個係幾緊要。水晶宮喺聯賽補翻住個席位就 OK 嘅。所以嗰個特別係士氣各方面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，今場波主場嘅曼聯絕對係有咁嘅能力咧，能夠係贏水晶宮嘅，可以攞到贏波嘅3分，去爭取來屆前4或者前5嘅歐聯席位啊！今晚連場大戰啦，咁啊祝大家睇好波啦，咁啊最緊要繼續支持我哋安博體育傳媒，傾住咁多先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